现在，利用阎罗金身打散木灵元气，用青帝木皇功强行吸收，因为木灵真气。修炼透了，才能磨练意志。意志越强，精神就越强，法力也就越强。只有这样，才能重回往劫。万主心神，运转气血。继续。谁说天地之间皆出梗？谁说我道无英雄？是非功过，何惧人笑我？身后事，任天下评说。忘情岁间不伤心人，黄泉苦哑淡我。让我狂过、爱过、吃过、恨过，再解脱。不自悲伤可以跟我。青帝符，木皇符。起！天地木皇，万木归一。神通秘境第2重，真气境。